继续关心屏东民用工厂大火爆炸，代志发生到今第9天，总算伫今仔日早起8点外，找到上尾一个姓布的班长。这个事故计共造成10个人死亡，113个人轻重伤，目前还有34个人也在大病院治疗。为罹难者身躯摕落来的物件判连这物件，互家属指认。民用国际最后一个失联的员工姓布的班长，30搜救人员搁再执行全面敲锤，总算伫早起8点外找到。我自己就是先独立出来，直接找比较有可能发生的地方。那我一进去到比较有崩塌的地方，我就自己爬进去，直接往比较可能性的发生直接找，然后就发现了患者。因为罹难者下半身去重型工具带条的，经过重型机械慢慢清理，事故后第9天顺利将遗体刷出来。是设法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呢，到最后我们再用将其他的机具呢，再把压在他身体上的那个重型机具呢，再慢慢把它拨上来，看看能不能把他的遗体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保留。民用国际大火爆炸案造成包含4个消防员在内，拢总10个人死亡，113人就医。目前还有2个人伫加护病房救治，一般病房有32个人。搜救行动告一段落，消防局进行最后的清查了后，除了检防指示保全范围以外，其他所在会交由民用处理。这个消防分队是住在园区，后续我们已经有在讨论了，后续会有一个明确的是权责的一个划分。针对消防分队进入园区，屏东县政府甲经济部已经进行检讨，县政府也呼吁厂商有老实申报的责任，依照建造甲使用执照的规范使用，互政府相关单位有明确方向来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